歡迎大家嚟到第二集群體屬靈免疫力行道的必要。一個群體係由2個以上嘅個人組成。當一個人重視自己同神嘅關係，佢嘅心思意念亦都會常常被聖經嘅話語改變而更新。選擇同埋行動往往都係合乎聖經真理嘅教導。呢一個靈、心、身嘅親密連結，係幫助人提升佢同神嘅親密關係，即是個人屬靈免疫力。就正如詩篇16章8至9節所講嘅一樣，平安喜樂常常同佢一齊。如果每一個人同神都建立健康嘅親密關係，佢哋組成嘅群體應該就有一個群體屬靈免疫力嘅。然而由擁有屬靈免疫力嘅個人去組成呢一個群體，係咪自動咁樣就會成為一個有屬靈免疫力嘅群體呢？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如果用邏輯去睇下，答案應該係嘅。不過有啲時候，我哋喺生活上睇到嘅係例外嘅情況。我嘗試喺聖經去尋找屬靈群體實踐合一、完成神吩咐使命嘅正面見證嘅時候呢，真係感謝神，讓我諗翻起成立屬靈探月針事工嘅異象經文，就係昔日所羅門王獻聖殿嘅禱文。所羅門話：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啊，天上地下沒有神可以同你相比嘅。嗰啲全心喺你面前行事為人嘅僕人，你對佢哋守約，以忠誠嘅愛對待佢哋。你信守對僕人我父親大衛嘅應許，你曾親口應許，也親手成全，就好似今日一樣。呢個係記載喺歷代志下6章14至15節嘅。試諗下，當時以色列人包括大衛王同埋所羅門王去建一座前所未有、唔係人嘅觀念同埋技術可以理解嘅聖殿，佢會點回應啊？根據列王記上6章第1同埋38節，整所按神心意建造嘅聖殿，喺所羅門王在位嘅時候，一共用咗7年去建成。大衛即係所羅門王嘅爸爸啦，佢有心為神建立呢個聖殿，因為佢覺得佢住喺香柏木咁靚嘅宮殿當中，但係神嘅約櫃就係喺幔子喺呢個帳幕度嘅啫。喺撒母耳記下7章1至3節咁記載，大衛喺神嘅祝福之下安享太平，佢就對先知拿單表達咗建聖殿嘅心願。拿單最初都認為呢件係美事，不過當夜就係嗰晚神嘅話就嚟到拿單先知，就叫佢轉告大衛啦。呢個係記載喺撒母耳記下7章4至17節嘅。神欣賞大衛呢個嘅心意亦都指出大衛唔可以為神建聖殿。點解？因為大衛係個戰士嘛，流咗好多人嘅血。不過神親自揀選大衛嘅兒子所羅門為以色列王，並且為神去建造殿宇。呢個喺歷代志上28章1至7節咁講嘅。根據歷代志上22至27章嘅記載，大衛在世嘅時候，佢為咗建造神嘅殿建立咗規模龐大嘅團隊同埋系統，日常運作聖殿嘅架構、人力資源嘅分配，包括以色列人同埋外邦人喺歷代志上22章1節有記載外邦人嘅唔同嘅工種啦，譬如管理途中審判嘅工作、音樂侍奉、負責守門嘅、管理神殿嘅事務、獻祭等等嘅分工。佢喺離世前更加同以色列全會眾再重申佢點樣領受神嘅吩咐同埋使命，囑咐自己年輕嘅兒子所羅門同埋日後負責運作聖殿嘅侍奉人員各盡其職。喺歷代志上28至29章有詳細嘅記載。因着大衛盡心盡力、甘心樂意奉獻自己所有，為建造聖殿作嘅前期工作嘅預備，各個人同埋群體、各個家族以及以色列各支派嘅領袖，同埋管理王事務等領袖，佢哋都甘心樂意奉獻。所以人民就因為見到呢啲甘心樂意嘅奉獻而歡樂。
大衛亦都非常歡喜。呢個喺歷代志上29章1至9節咁記載。由大衛嘅籌備到所羅門用神賜予嘅智慧一路去監督整個建造嘅工程，至到完成咗聖殿，保守估計由籌備到建造嘅時間係可能超過10年嘅。全國嘅人民喺漫長嘅日子裏面，經過重重艱辛同埋努力，懇切嘅祈禱，依靠神嘅恩典，眾人喺呢個過程當中，縱使係有風波，依然堅持信靠神，堅持到底，終於完成咗神吩咐嘅使命啦。難怪喺聖殿落成奉獻禮上面，所羅門王當住全體會眾喺耶和華嘅壇面前跪下祈禱，敢言咁道出神曾親口應許，也親手成全，正像今天一樣。喺任何時代，每一個群體都要面對大環境同埋自身小環境嘅限制。喺呢段建造聖殿嘅日子裏面，究竟昔日唔同嘅群體，佢點樣可以同心一起完成神吩咐建造聖殿嘅使命呢？我就嘗試用屬靈探熱針呢個工具，代入當時唔同群體嘅角色，以理性同埋感性嘅角度，將呢個真我，就係神創造嗰個原本嗰個真我，同埋假我，假我有兩個嘅，即係對自己同埋對別人嘅假我展示出嚟，讓我哋睇到能唔能夠以一個旁觀者嘅身份，揾出呢啲群體點解可以同心合意面對呢個屬靈群體，實踐合一，完成神吩咐使命嘅考驗時候，能夠首先分辨出呢個係出自於神嘅考驗，能夠作出正確嘅選擇，同埋提升個人同埋群體嘅屬靈免疫力咧。面對呢個考驗時，我估計呢啲群體可能出現嘅假我會係咩呢？首先對自己同所屬群體嘅假我可能會係擔心啦，因為每一個群體都有佢嘅恩賜同埋限制。面對呢個史無前例咁巨大嘅工程，係咪需要每一個群體都參與呢？所需要嘅資源同埋技術喺邊度嚟啊？亦都可能會疑惑，神嘅殿同我自己所屬嘅群體有咩關係啊？唔係已經有個會幕咩？點解仲需要建聖殿啊？會唔會勞民傷財啲啊？對別人或者其他群體個假我呢，可能會憂慮。憂慮乜嘢啊？其他人同埋佢嘅群體係咪真係能夠喺整個過程當中同心合意呢？無論係順境，抑或係遇到意料之外發生事情嘅時候，彼此之間係咪能夠真係可以配搭完成神嘅吩咐同使命呢？我喺度諗，昔日呢啲群體如果佢能夠安靜祈禱，求神引導佢哋喺呢個考驗中揾到神創造佢哋嘅真我嘅時候，喺眾多嘅身份之中，如果佢哋能夠堅定咁選擇自己就係神僕人嘅身份，佢哋可能會被神引導發現神創造嘅真我啊！呢個就係可能佢哋回想昔日神俾佢哋嘅恩典同埋同神同在嘅經歷。可能係太平盛世嘅日子，其實係神俾嘅，神賜予嘅。因為大家無論係個人或者群體，都同神建立一個健康親密嘅結連，就好似葡萄樹與枝子嘅關係。亦都可能讓佢哋諗翻神點樣領導佢哋，甚至係佢哋嘅祖先經歷一個又一個嘅難關，神嘅誡命同埋應許。我深信除咗主嘅恩典之外，昔日嘅群體因着神嘅引導，無論當時喺咩屬靈嘅狀況，佢哋都願意順服神嘅帶領。凡事學習以神嘅旨意行先，唔係求自己嘅益處，只係求神嘅旨意成就，先至能夠有呢個咁美好嘅見證。真係感謝神啊！佢留下呢個咁美好嘅聖經嘅見證俾我哋，讓我哋知道點樣可以從神領受嘅異象，經過恩賜彼此嘅配搭、屬靈夥伴嘅延伸，去行出真理嘅道，係可以為主作合一嘅見證嘅。就好似《使徒行傳》1章8節、彼得前書4章10節，以及以弗所書4章3節所講，一齊去榮耀神，值得我哋去反思嘅。我哋會唔會曾經都有唔同屬靈群體一齊侍奉主嘅經歷呢？
如果有，喺過程當中有冇遇到考驗啊？如果冇，你又想唔想同其他唔同嘅屬靈群體一齊有侍奉主嘅機會呢？點解啊？你想唔想提升群體嘅屬靈免疫力呢？如果你睇完呢一個影片之後，想了解更多屬靈探熱針同埋3個我嘅工具，同埋面對唔同處境考驗嘅時候嘅個案同埋例子，我鼓勵你閱讀屬靈探熱針第3集領袖處境篇，或者睇一下屬靈探熱針網站，參加相關嘅課程、講座、工作坊或者退休營等活動。